出，出自共五筆。第一筆樹彎，第二筆樹，第三筆樹，第四筆樹彎，第五筆樹。禪一結構。出的字義，從裏面到外面，出訪。初出茅廬，出籠，往外拿，支付，出力，出錢，出謀劃策，入不敷出，離開，出發，出軌，出嫁，產生，生長，出產，出品，出人才，發生，出事，顯露，出現，出名，超過，出色，出類拔萃，超出同類之上，來到，出席，出勤。引文，典故來源於某處，出處，語出孟子。顯得量多，這米出飯。放在動詞後，表示趨向或效果，提出問題。傳其中的一回，戲曲的一個獨立劇目。出的詞性分類解釋。動詞，自內自外，語入相對。喻，足不出戶。詩經，鄭風，出其東門，出其東門，有女如雲。產生，發生。喻，出汗，出水痘，出。易經，說卦，萬物出乎震，震東方也。脫離，離開。喻，出家，出軌。詩經，小雅，賓之初言，既醉而出，並受其福，醉而不出，是謂弗得。給予，支付。喻，出錢，出納，支出。做官，出任其時。易經，係辭上，君子之道，或出或處。宋書，卷6·7，謝靈運傳，出為永嘉太守。表現，顯露。喻，水落石出。莊子，天地，自然不出，俗然性也。發泄。喻，出怨氣，出悶氣。超越。喻，出眾，出人頭地。唐，韓愈詩說，古之聖人，其出人也遠矣。道。喻，出席，出場。策劃。喻，出奇謀，出題目。名詞，外部，外面。孟子，告子下，入則無法家忽視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行亡。量詞，古代計算表演段落的單位。景德傳燈錄，卷14，潭州雲岩聖禪師，藥山那又問，問語解弄師子，是否？師曰：是。曰：弄得幾出？師曰：弄得6出。副詞，放在動詞之後，
表示動作趨向或效果完成，如拿出、看出、做出好成績、練出一副好身材。